原來好多人都唔知小朋友3歲打後就已經可以用成年人牙膏噶啦，咁你就完全唔需要再去買一啲小朋友牙膏俾3歲以後嘅小朋友用。根據英國 NHS 同美國 ADA 嘅官網記載咧，無論幾多歲嘅小朋友嘅牙膏咧，都應該含有氟化物，咁有效幫助防止蛀牙。3歲前咧可以考慮買一啲低氟素嘅兒童牙膏俾佢哋用。咁3歲打後咧，其實佢哋用嘅牙膏含氟嘅含量咧，其實同成年人已經差唔多噶啦。咁最重要咧就係個量嘅唔同。3歲前嘅小朋友咧，其實個牙膏咧就用一層薄膜咁多，好似上面幅圖咁。咁但係3歲打後咧，就記住就好似用一粒豌豆咁多，好似上面幅圖咁就已經足夠啦。千祈唔好多，寧願少啲。關鍵係咧，鼓勵小朋友咧刷牙咧，牙膏要吐晒出嚟，唔好吞咗佢。6、7歲之前咧，都幫助小朋友刷牙，喺度睇住佢刷，因為佢哋手部唔靈活啦。鼓唔鼓勵買嗰啲有味道嘅兒童牙膏呢？我個人就唔建議嘅，因為有啲小朋友咧好中意咧有水果味就吞咗牙膏，咁導致好多氟化物吞咗落肚，咁就容易導致牙齒會有氟斑啦。